大熱係2。好，你一起步明亮天下慢啲，韋少寶都係慢啊！好啦，前面快噶嘛，有威武年代我最好，外邊藍衫第3位加州勇勝啊，內欄第4就文明福星啊，外邊第5位噶嘛，仲有不勞而獲啦，藍衫藍帽大約5、6位到啦，就係呢隻幸運騎兵啊，內欄白衫黑帽第7位呢，仲有共創歡欣，外邊逍遙騎士啊，中檔位置仲有風捲殘雲啊，後邊嗰5匹馬啦，明亮天下啦，機械之星淺藍衫淺藍帽向尾4啊，後邊嗰3匹馬韋少寶啦，勁炮王啦，暫時電流暴風一族嚟噶。好啦，轉香港體育學院灣啊，放出嚟跑噶嘛。內欄位置就係我最好，中間呢就威武年代，3搭外邊啊加州勇勝啊，第4位噶嘛。咁啊內欄位置文明福星，中間啊藍衫藍帽就幸運騎兵啊進佔第4添啦。外邊位置有不勞而獲啊，後邊嘛共創歡欣，內欄明亮天下攞出去外邊做個逍遙騎士，後啲先有機械之星韋少寶啊，風捲殘雲嗰啲馬，最後直路3匹馬鬥緊嘅時候，我最好鬥緊威武年代加州勇勝嘅時候，幸運騎兵攞腳，哎呀有少少鬼怪，幸運騎兵出咗頭噶啦，咁啊但係埋邊穿上嚟噶嘛，就係呢隻文明福星啊，出邊位置上仲有逍遙騎士，中間位置威武年代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文明福星拋離對手贏出呢場賽事，機械之星係第2啊，明亮天下同埋埋邊嗰隻韋少寶呢，就比較接近啲一個第3名啊。結果今場賽事呢隻文明福星咁啊，都係貼咗內欄嘅位置啦。結果掟甩野馬，跑第2名呢，外邊追上嚟有機械之星，第3名比較近嘅，中間係明亮天下，埋邊呢係韋少寶啊。好啦，第4場賽事文明福星呢就喺度贏馬嘅，咁啊機械之星呢就跑過第2，3、4名就比較接近啲啦，咁啊中間就明亮天下，入邊就韋少寶，咁啊直路中段呢，幸運騎兵啊發生咗啲意外嘅，騎師就落咗馬，咁都安撫緊隻馬個情緒嘅。哇，今日啲大 number 成績唔錯啊！